强烈风台苏拉会扫过咱的屏东，昨下晡，屏东是因为西北风落伤大，有一寡车路拢已经淹去啊，甚至佫淹去人兜，还佫有店头内底。民众即马就烦恼讲，风台若来是因是要安怎？也若用是业，嘛是烦恼讲，风台若来会失电，到时抽水的莫大放喷海去，可能佫会损失惨重。屏东市区大雨变变着，部分路段水排袂离，陆续出现淹水的状况。机车唔敢过，连店内嘛做大水，厝内有洪水砸来，民众赶紧甲斗好势。就是已经有淹过了，所以才会做防水闸门。有没有淹这样的？对流云系发展紧强，屏东伫2到5号落大雨。另外，苏拉风台来势凶强，屏东邦寮基南地区的民众烦恼风台会再度引起淹水，希望公所赶紧来清理沟仔，通好排水。养殖业者嘛赶紧检查发电机甲抽水机是毋是会当正常运作。雨水太多的话，会造成水的质量的改变，所以我们必须对水要放水，还有进水，这个很重要。用防水布甲过滤用的照阳刷盖好，高雄人即间下运水池的闸河边，顶个月才有大数类风台吹走，即马风台搁要来，业者紧找人来定做。顶回规场拢拆的啊，这回是算讲砍部分起来尔，要用的砍起来尔啦，无你来搁拆的啊。发电机传好势，上惊风雨中来失电，必须海水抽水碰布这设备袂点动。毋过伫部分看现的海水管线，业者干来当固在天，希望袂互风影甲大水槽弄歹。渔运的勇士路甲渔贩啊，嘛惊规个去了，出动吊车来钓鲈鱼。风台要来啊，这有鱼啊，可用啊。多数的风台时，台南因为伤晚宣布停班课，受到大攻击。这个苏拉风台市长黄伟德讲，台南30日才有明显的风雨，若有到停班课的标准，会量早伫30暗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